平安，我说平安。平安。我说你名单明仔载会炸了吼。嘿，我用传来传互你。啊好啊好啊好。哦，我想讲，我请嘛要买一个列表机，因为我无列表机足无方便。啊，我无习惯遮啦，哎，即摆无甲迄个咱的办公室做伙吼，无列表机足无方便。我想要来买是啊是啊。一台啊。哦哦哦。嗯，诶，列表机，我厝才有一台呢。你无咧用吗？无咧用，我新的来拢无，也毋捌用过，哦，拢连开都真诶哦。还未开咧。哦吼，嘿，好啊，我看毋知佫有用无？我新的啦，啊我就另工摕过互你。好，谢谢谢迄谢。个 Canon 的。哦，好，我看到好啊。嘿，啊是喷墨的哦。哦好，无问题啊。喷墨的。伊迄台拢无用过，连敢若连开都无开吧？还是安尼哦。有开无用啦？袂记哦哩啊。墨水应该还袂到。，OK。到时仔看觅若无就爱买墨水。哦，好啊好啊。诶，好。好，时间已经到，咱就来祈祷，要开始。听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阮，也互阮伫建堂的工程顶悬有真明显的进展，也伫即个进展的中间，阮伫资金顶悬也有欠过，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也阮会伫即礼拜要去到伫高雄灵仔教会，受到因真热诚的欢迎，阮献上感谢，也恳求主你保守阮即段路去到伫高雄会通伫你的故事内底平安也为着中华明仔载教社部所举办的净坛来祈祷，也阮会当尽一份心力伫环境的保护顶悬，也将今仔日永暗阮的组织来献上感谢恳求主你，互阮透过经文会当对无共款的处境会当了解你所要爱阮，才着出来及记，互阮的教导甲提醒。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阿们好，大家平安吼，咱就要来开始。今仔日是出来及记22章啦吼。伫前言的中间，我有放迄个咱的冠宇律师吼互我的一寡法律上面的想法，因为咱即摆法律甲摩西当初时的论法，其实嘛有咱的处境会无共款啦吼。比如讲，咱台湾人甲以色列人，也是讲甲西洋人吼但是咱知影就是讲受到真济的影响，也是讲迄个基础影响伫咱当然渐渐得解的即个物件会愈来愈济无共款啦吼就是讲简单来讲，就是讲像讲易科罚金的思考甲赔偿，这是两个物件无共款的吼。基本的简单的概念顶悬来讲，就是讲
医科罚金是发予政府，然后你会当减刑，甚至会当免关。啊，这有规定吼，你的刑期是几个月以内才会使吼。啊，所以是较轻的罪行才会使安尼做。那赔偿通常是赔予对方啦吼，咱咧讲就是迄种受害者吼赔偿，啊，这就无共款啦吼。赔偿甲医科罚金的概念是无共款。啊，不过咱若阵倒来伫咱前礼拜看迄个出来记的经文来看，伊是赔偿哦，伊是予迄个家属，但是伊个会当减刑，伊免关吼。啊，所以即个概念顶悬是两个是连做伙啦吼。所以咱多谢迄个冠宇律师吼，咱的执事，互咱一寡现代律法的概念吼，啊，甲当初时检测有较无共款，咱嘛无法度完全相符啦吼。但是伫概念上，咱大概会当知影吼。医科罚金伫现在的律法，医科罚金是交互法院、交互政府，然后你会当减刑吼。啊，你若赔偿，就是咱讲民事求偿，赔偿是互受害者的家庭吼，即对方吼，啊，这咱小可知一下吼。你若赔偿甲刑法是无有关系哦吼。你赔偿甲你判偌济刑，伫现代法律来讲，你关要接关，啊赔偿另外赔偿吼。啊，所以咱大概互咱小知一下安尼啦吼。好。啊，前言大概是咱着讲到遮啦吼。啊，即马对21章33节到22章吼，即个部分咱看着讲伊就是拢咧讲着即个损害其他的人的财产的问题吼，甲侵占其他人财产，也是讲害人的财产受到伤害等等遮的吼。所以你会看到讲伊伫迄个所在有一寡禁令吼。如果你安怎做，你着爱安怎的处罚吼。啊，伫伦理顶悬咧讲，你袂使安怎袂使，这是十条诫命伫讲的物件吼。咱进入第22章内底的时阵，伊着搁咧讲着无共款的条例啦吼，条例吼。啊，所以咱会当看着讲伊分做两个真大的段落吼，拢总31节的这中间，一个是赔偿的，一个是道德甲宗教顶悬的条例啦吼。啊，你会看着愈来愈侪愈有吼。啊，我尝试甲遮的物件甲10条诫命做连结啦吼。啊，无拄讲一个条例着甲一个实践有关，无得甲会去犯着几啊条。比如讲，我时常爱讲大兵吼，大兵去贪人的某吼，伊犯着几啊条呢吼。啊，咱先讲伊犯着奸淫嘛吼，啊嘛犯着杀人啊，他借刀杀人吼，甲伊条工派去迄个前线，啊叫伊出阵的时阵，所有的兵拢退后，着条工要互杀死安尼吼。所以伊也犯着杀人罪吼。伊搁犯着啥？伊搁犯着迄个，你若要认真来讲，就是讲迄个妄称耶和华的名吼。你知影以色列的军队出去打仗，就敢若咱咧讲迄个十字军东征。赶快，十字军东征其实是教会史上的一个黑暗面啦吼，因为那也是假冒上帝的名吼。啊，赶快，以色列军队出去是代表上帝咧招战，但是伊今仔日派一个将军去，目的是要甲害死，安尼就有问题啦吼。当然，伊嘛得罪上帝，得罪上帝。伊心内有偶像无？有啊，伊心内有偶像，伊心内偶像就是迄个女色吼。所以，咱知影有一寡罪会去犯着几啊条的即个界面吼。啊，这我是尝试安尼来甲伊做一寡对比，啊，互咱小可会当了解咧讲的物件啦吼。咱今仔日就是要对即个22章来开始看，啊，对第1节到15节咧讲着赔偿的条例吼，赔偿的条例。啊，即内底共款。就是拢牵涉着
以色列人因彼此中间的摩擦啦吼，生活中间活斗阵就愈来愈有足侪的摩擦吼。好，偷摕牛羊的赔偿吼，就是讲赔偿的条例内底，第一个伊先讲着偷摕牛甲偷摕羊的赔偿是无共款的吼。偷摕牛赔偿爱赔较济，爱赔5只。偷摕一只羊爱赔4只，咱讲用较简单讲讲5倍还是4倍安尼啦吼。第2在到第4在讲你这一定要赔偿啦吼。贼一定要赔偿，若无通赔，就爱卖身来赔伊所偷摕的物件。伊所偷的是牛、驴还是羊，若要换地，就赔定赔吼，定赔吼。若无换地，就是佫无共款吼。所以咱开始来看吼，上帝对摩西讲，迄个命令就是拢是对上帝遐来吼。无论是10条诫，还是其他的律法，生活中间的律法，吼当然10条诫以外，拢是摩西家己甲即个以色列人宣布的吼。共款就是讲，即个来源是主上帝对摩西所讲的吼。伊即个所在有一寡，因咧规定是足严格，还是足清楚啦吼。伊讲，产若伫暝时乌空。偷摕互人拄着，搁互人拍死，拍死的人就无算有罪啦吼。若日头一经出，拍死的人就有罪吼。这是真趣味的一种的讲法啦吼。咱先倒转来看第1节啦吼。偷摕的牛羊死了后的赔偿吼，所以。你若偷摕牛还是羊，偷摕了后已经去互刣死，无论是家己刣还是无细日死去，就是反正你偷去了死去啊，你互领着了后，迄个赔偿牛爱赔5只，羊爱赔4只。到底为什么牛爱赔较济，爱赔5只？咱无法度对圣经知影一个足清楚的答案啦吼，不过圣经学家有咧译啦吼，就是讲牛爱受训练，因为伊要做工，而且伊佫较大只，要成长甲会当做工的即个时间爱较长吼，等等正的吼无法度真紧就去掠一只牛，就会当来代替原来迄只吼，所以就迄个赔率就较悬啦吼，迄个赔率就较悬吼。这是对咱即马现代人的理解的角度去看啦吼。当然到底是毋是真正安尼，咱毋知影，不过足有可能啦吼，足有可能。羊通常毋是咧做工的，羊通常就是咧互人食咧安尼啦吼。当然要甲大甲互人会通食，当然嘛爱一段时间。会爱大偌久才会当代替，所以伊就用4只。安尼来赔偿吼，所以赔率不同啦吼，赔率不同，有可能因为伊的体型啦吼，而且吼，因为体型较大吼，通常因的认定，圣经学家的认定啦吼，就是讲，迄无可能是临时看到就较要偷安尼吼，通常就是有计划得的偷摕吼，所以爱判比较重啦吼，这是个另外一种的讲法啦吼。所以，咱知影讲伊无论伊虾米款的理由，咱就知影讲伊牛爱赔5倍，羊爱赔4倍安尼吼，迄个赔率无共款吼。过来就是讲着倒转去咱头前咧讲的奴隶，你希伯来人若卖做奴隶的迄个规定吼，互咱倒转去伫迄个所在，意思讲偷摕的人吼，通常是安那会偷摕，就是因为伊无嘛。伊可能无钱通买牛还是羊，所以伊就用偷摕。伊可能真善食，伊想要爱有牛来做工，还是爱有羊来做食食，但是伊就无钱，所以伊就去偷摕。但是偷摕就去互掠着，掠着了后，伊佫无钱通赔，因为连过生活都有困难啦，可能是安尼啦吼。所以第21章咱就看到希伯来人卖做奴隶。这个原因
就是伫即个所在，因为因散赤，吼。甲咱早期台湾的社会，咱前礼拜有讲着，因安尼被卖去做奴隶，也是做查某囝，也是做迄个囡仔工吼，拢共款啦吼。阮厝古早，因为阮咧做羹，咧做一寡物件，所以阮有囡仔工啦吼。当然迄囡仔工毋是用买啦吼，但是嘛是用用钱去打互伊的老爸母，然后伊就爱来阮兜做规档安尼吼，所以也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买卖的意味伫咧啦吼。但是即几档的中间，像阮爸爸伊就变做讲伊是头家，伊就爱去甲伊教功夫啦吼，就爱教功夫。有可能3年9个月伊就出师吼，出师了做师傅，就爱补贴伊一寡钱吼。然后时间若到，伊就会当自由出去，家己去开业等等遮个代志安尼啦吼。好所以伊就爱卖身来陪享吼，卖人做奴隶，摕到钱了后来卖即个比如讲你若偷摕牛，你就爱赔5只牛的价值吼，这是当初时的规定啦吼。你若偷摕羊，你卖掉了，你就爱卖钱来做即个4只羊的赔偿金额吼。所以咱会当看来讲，遮通常做贼偷窃的人，就是经济较歹的人，伊无才调赔嘛吼，伊就是爱卖伊家己去做奴隶吼，来赔偿安尼吼。活的精生甲死的精生赔偿无共款，死的牛赔5倍，羊赔4倍，若活的是赔丁倍啦吼，就是直接变2只安尼啦吼，嘿，2倍安尼吼。好，民事偷窃咧。民事偷窃通常来讲，就是会去互当做迄个抢劫啦吼。照即个规定来讲吼，就有可能就是甲当做抢劫。所以暗时去互拄着的时阵，伊就有甲当做即个抢劫，然后去互拍死，咱讲错手拍死，即个主人就无罪啦吼。这主人就无罪吼，这是暗时偷窃的情形吼，比较较严格吼，对贼仔来讲是较严格吼。伊即个内底来讲挖空啦吼，好啊本讲挖窟窿吼，就挖一个坑入去安尼吼，意思是讲强行进入的意思啦吼，所以这有当作强盗，会当甲拍死吼。我搁伫美国的时阵，捌拄着一摆，有一个贼仔吼，想要去共偷摕物件吼，结果对人的车库撞入去，结果无拍算，迄个主人迄一天无上班，迄个主人吼，迄个主人是警察啦，迄一天拄休困吼，伊一看到有人入来尔吼，枪举起来，就甲弹死吼。因为伊是伫伊的厝内拍死迄个人，所以基本上呢，伫加州的律法来讲，就是伊是自卫杀人吼，而且伊是个警察，伊有迄个正当举枪的理由吼，迄个就亲像即个暗时啦，去互发现拍死即个主人吼，就毋免处理啦，毋免罚安尼吼。但是你若日时偷窃，就算去互主人看着，嘛袂当甲害吼，因为日时毋是，伊就无甲当作是强行进入安尼吼，所以伊这民事甲日时伊的规定是有无共款的吼。第50，你讲吼，你若放你的精生去食别人园内底的畜产吼，安尼你就有爱负责任啦吼。第50讲，人若放精生伫家己的园，是抱汤圆食草，迄是无问题。但是你若伫别人的园内底食，就用家己园里的抱汤圆上好的畜产来赔偿吼。所以基本上伫摩西的律法的中间，阁是迄种以牙还牙的基础咧讲啦吼。去食着人的抱汤圆的畜产，你着用你抱汤圆内底上好的畜产来赔偿安尼吼。所以你袂当放你的精生
凊彩去人诶园里食物件啦吼。伫美国吼是嘛是安尼啦吼，美国足侪人家己有田，所以因拢爱种一寡果子树吼，爱种果子树。但是呢，伫围墙仔内底，你外口人拢袂当去人叮当。但是吼，若走去外口诶吼，你路过你会当慢，你无做，你毋是头铁吼，因为已经出去伫迄个公共诶所在啊啦吼。这大概迄个概念小可互咱小知者安尼吼。伊放你诶精神去别人诶园内底，这已经是算侵入啊。佮食人诶生产，这当然着爱赔偿吼，这着爱赔偿。所以你养饲爱有养饲诶责任吼，袂当放任啦吼。像咱前礼拜嘛有小可讲着讲，像咱若饲狗吼我对对饲狗有一寡种咱讲饲养的人的责任吼，我是对30几年前莫顺迄阵去维也纳伫读册的时阵吼，咱台湾对饲狗还无规定，也无啥物禁片拢无的时阵，因伫维也纳吼，你若准狗仔要上这个电车，你着爱挂喙罨吼，挂迄喙罨，才会当上车，无你若凊彩去人咬着，迄个赔偿是足严格吼。所以因拢有一寡规定吼，而且有一寡商店，伊外口会甲你囥狗仔，佮甲你囥迄个狗仔精生咧食水诶物件。你若看到迄个物件，你着免问啊。意思就是你诶狗仔，你诶宠物袂当入去伫迄个店内底吼。若无囥诶，真有可能伊会当互你入去吼。所以伊会有一寡规定，意思讲你咧饲精生诶人着爱负责任啦吼。就你像伫奥地利维也纳因咧饲精生吼，爱搁纳税呢吼，你爱搁爱纳钱缴钱互政府吼。因爱做管理安尼吼。所以这个概念，咱也会当知影讲，圣经伫摩西诶律法中间是安怎伊会讲，这个养饲精生诶人爱负责任，爱管理，袂当放你诶家己诶精生，凊彩黑白走黑白撞吼，去伤着人是前礼拜咱讲诶，也是去食人诶物件拢袂使吼。好来，第6节讲放火烧别人诶麦啦吼，也是讲别人诶田啦吼。第6节的经文讲，人若起火烧刺皮，炭口挂裂的麦堆，是还未挂的麦啊，是田园起火的人，一定爱赔偿啦吼。好，伫咱的台语这段吼，炭口挂了的麦堆，咱无解清楚吼，伊无讲着别人啦，无去讲着别人吼。好，咱来看和合本伊的经文，连咪照咱看写较清楚啦吼。这是一种传统农业的做法啦吼，赶落来的草葛吼，收成的这个稻草葛共款，伊就用火烧会当产生肥料吼，这是种足传统的做法。过去咱台湾还无有即种空气污染的法的进程，咱台湾的农业嘛是拢用即种方式吼。到伫后来高速公路第1条高速公路通路了后，慢慢周边遮的田就互禁止袂当烧，但是迄个时阵还毋是迄个空气污染法吼，迄个时阵还佫毋是空污法吼，迄是因为你会影响高速公路交通的安全，才开始慢慢咧禁。了后环保局、环保署起来了后，对空污开始做一寡规定。控制，咱渐渐对伫农业烧草做肥料即种方法，咱即摆拢禁止啊吼，拢禁止啊。甚至即摆咱咧讲宗教咧烧金纸，这基本上嘛拢有空污法会当取缔啦吼。虽然还佫有足济，像我妈祖生诶时阵吼，放炮啊啦，烧金纸烧甲真污染这吼，这拢其实拢有法通好去告啦吼。但是咱的警察基本上对伫民间宗教还佫拢足客气吼。嘿，好，
炭吼，到底炭去遐倒位？咱的台语写无介清楚。伊讲所挂的麦堆，也是挂的麦啊，还是田园？伫即个和合本吼，伊的圣经讲甲迄个啦吼，嘿，下骹吼，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吼，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吼。伊遮特别有甲别人有一个对象啦吼，你烧家己的烧去，迄是你家己损失。迄当然是有一个对象，炭到对别人的田，毋是你家己即区田，共烧了了，别人所辛苦修成的，是得种的，你用烧了了，所以你着爱赔偿吼，着爱赔偿。意思就是讲，你嘛爱负责任嘛，你点火袂当当啊放咧吼。我知影，过去伫迄农田内底吼，足侪农夫就是安尼点的吼，人着安尼离远远啊吼。伊无管甲真好势啦吼，比如讲，咱若到伫即个清明节的时阵，通常拢会甲咱提醒吼，讲去到遐吼挂草会使，毋好烧即个芒仔布的草，烧了着拢会着火吼，就是亲像安尼一个情形啦吼，这是咧讲着田吼，咧田的部分吼，即个好，所以。炭到伫别人辛苦种的物件了，你着爱赔偿吼。第7节到第8节，这是甲第8届到第10届较有关系啦吼。就偷体啦吼，搁贪心啦吼。人将银是物件寄伫厝边保管，这物件伫保管的人因兜若拄着贼偷，贼仔若有掠着，贼仔着赔定赔吼。贼仔若无掠着迄个互人寄的人，着爱去审判官遐，证明伊无摕厝边的物件哦。这足歹证明啦吼。好，你甲物件吼和合本翻译直接写钱财也是家具啦吼。咱的台语翻译敢若讲物件尔尔吼，到底啥物物件无介清楚吼。当然，咱知影讲，这就是有价值的物件啦吼，这需要赔偿钱吼。所以，钱财也是家具家伙吼，放伫别人因兜厝边因兜，你甲寄咧吼。伊若准定义是去互偷摕，就是讲，说出这物件是有人侵入来偷摕去做争地啦吼。所以安尼的时阵，受托的人伊就无罪啦吼。所以目的就是要爱找着偷摕迄个人，一旦找着偷摕的人，伊就爱处罚，就是爱双倍吼。比如讲，你若偷见100箍，你爱赔200箍安尼吼。这是被偷摕的前提吼。但是找袂着偷摕的人这个受托的人，伊就变做嫌疑犯啦吼。所以伊就爱想办法爱去证明家己。毋是嫌疑犯，我无偷摕。到底要安怎证明？通常就是去审判官的头前去遐就抓啦，吼，足歹证明嘛。我无偷摕，你要怎证明讲我无偷摕？会当证明讲物件无去，但是要证明讲毋是我摕，这有困难啦吼。所以意思就是讲。伫审判官的面头前，咱讲是10夫长、100夫长，是50夫长、1000夫长等等，是伫长老的面头前，因就代表上帝啦，吼。所以以色列人真注重这个部分，伫审判官的面头前来誓约讲，这个物件毋是我偷摕，是别人偷摕，吼。所以这是爱真慎重的一项代志吼。若准讲，你伫即个就抓讲白菜的时阵，迄就真严格啦吼。咱会当看到迄个所罗门咧判断迄个婴仔是虾米人的中间，咱会当看到所罗门有智慧，会当判断迄个人是毋是讲白贼吼，是毋是讲白贼，伊会当用方法吼，来互即个伫审判官面头前就抓的即个人伊。是讲真诶，讲假安尼啦吼，所以咱会当用安尼来做
做一寡类比啦吼，是毋是拄拄安尼，咱嘛无法度确定啦吼，但是就是讲真有可能，因就是爱安尼，审判官着家己去即个去判断，讲伊即个人讲真诶啊讲假吼。咱跳出来就是讲，咱拢有出国诶经验啦吼。出国诶经验，你会主要看着遐个海关吼，伊咧看着人安尼行过安尼吼。你哪会知影讲伊要安怎判断？足困难啦吼。即个人到底有早无合法诶物件无，还是安怎无吼？这种足困难知影吼。但是咱有咧讲着讲，做海关啊，做久了吼，足够看人诶面色啦。你有咧紧张无？你有咧安怎无吼？你一见过伊就知影吼。这是咧讲诶安尼吼。另外一个题外话就是讲，台湾诶俗语话讲吼，价钱会减啦吼，价话会安怎会升啦吼。就是咱咧讲，捌算过迄个传令兵啦吼，传到尾啊吼，迄个意思拢偏去啊吼，佫结果若字出来安尼啦吼。好，第9节，这是甲第10届有关系侵占的罪啦吼，关系侵占牛、驴、羊、衣服，是无拍无记的物件的数属。若有人讲这是我的，煞引起纷争，双方着去审判官遐。审判官若裁决什么人有罪，各人着登碑来陪伊的厝边这就是真符合咱拄则咧讲这个所罗门判断迄个两个老母咧争婴迄个共款啦吼。所以无论是啥物物件，牛还是驴还是羊还是各人的物件，衣服，任何碰见的物件，有人主张所以伫冤家，讲这我的，这嘛讲我的，无有结论的时阵，就去找审判官来判断。这个判定就是咱拄则咧讲迄个部分啦吼。你讲物件毋是我摕的，这个物件是我的，恁伫咧彼此咧辩论的中间，审判官就爱去审判断。倒一个人讲的是真诶，倒一个人讲的是假安尼吼，这有困难啦吼。这也莫怪讲迄个摩西用足济时间咧管遮诶人吼，看甲伊诶丈人吼看袂过去，讲你着爱说10夫长、50夫长，这吼滴滴诶吼，小可大代志，你拢着爱管袂来啦吼，管袂来吼，着爱有遮诶咱咧讲同工吼，会当斗管理吼，斗管理吼。所以一旦去互审判官来判定所以伊就是做法官诶动作吼。伊即个人头底，即个人侵占诶，你着爱去赔偿安尼好。一旦去互宣判做有罪啦吼，侵占罪，你着爱赔偿另外迄方面诶人一倍就对啦吼，所以是双倍吼。第10节到13节人若将牛、羊、驴甲别款的精生寄伫厝边照顾，精生若死去，是受伤，是互人偷摕去抢去毋过无人看到，两个人着到上主面前来就抓。这就是拄则咧讲的，讲有一派的圣经学家就讲，因是到伫审判官的面头前。上帝的面头前，就是审判官的面头前受托的人表明伊无动着厝边的精生原主就接受，受托的人毋免赔。若确实知精生是互人偷牵去，受托的人就爱赔原主若是互野兽拆喙，受托的人带着迄个尸体来做证据，伊就毋免赔这有一寡思考的物件来这所以托人管理论到着家中你厝内底所饲的任何的精生，你若托人管，原因不明，发生事故，死亡也好，受伤也好，还是去互抢去也好，拢足有可能发生。因为当初时因拢揽做伙咱知影200-300万人拢精生拢揽做伙伫遐拢真有可能发生即种的问题去互人抢去，也是去互精生加去，拢无人看到的时阵，要安怎
这就是受托的人爱负起这个顾的责任啦吼。嘿，但是伫遐说讲伊无做咧吼，嘿，这甲咱现代人的看法都无共款吼。所以因着爱去伫迄个审判官的面头前，就是咧讲伫上帝面头前来救抓吼。这是一真严重的代志，咱拄则讲过吼。你若救抓就是咱咧讲是像第三界吼，你安尼南三称上帝的名呢吼，好，所以两个人拢救抓了，受托的人救抓了就免罚，因为伊毋是伊动手的啦吼，毋是伊互精生出意外呢吼。但是若去互人偷摕是，就是表示伊是过了无好势，伊就爱赔偿损失吼。这对咱现代人的观念来讲是较无共款啦吼。所以咱知影即个物件，伊直接要求就是一项赔一项，无需要重赔。若去互野兽家己吼，就是讲叫野兽家己，恁就无责任啊啦吼。咱会当看创世纪37章31节到32节。约瑟的故事中间，约瑟的阿兄本来要甲刣死，但是尾啊去互甲阻挡，了后甲藏伫个古井内底，因着想一个办法，就甲伊的彩色的衫摕来，去过清生的火，甲即个过火了后，去甲因老爸骗讲，去互野兽咬死啊吼，因就无做啊，吼，因就无做啊，大概是安尼的一个背景伫迄个所在吼，所以因就用即个证据来甲伊的老爸雅各，互伊看讲，即个你即领衫就是你互伊的吼，所以这处事甲阮无关啦吼，因是用即种的态度伫讲吼 ，OK。那对伫摩西一路来咧讲，这是一个自然的损失吼。你若会当找着去互精神家己的尸体，证明伊就去互精神家己啊，吼。你若找无，就表示去互偷摕去。这个无共款啦吼，所以即个受托的人只有会当接受安尼吼，无法度吼，伊经文讲罢休啦吼。好，14节到15节，借用精生的责任吼，人若甲厝边借精生去使用，比如讲拄则咧讲偷摕的人，伊想要来勒残，但是伊无牛，伊会当去人借，免用偷的吼。这是伫因的内底有的规定吼，但是呢，借去使用的是精生若受伤，还是死去，原主无在场，这个人就爱赔吼。原主若有在场，这个人就免赔，因为伫伊的监督的下面吼，受伤还是死去吼。若是租的损失，就爱对租金内底吼，所以租的甲借的规定佫无共款啦吼。好，借甲租吼，借可能较有人情的问题啦，可能是亲情啦吼。租是可能厝边还是毋捌的人，你用租的吼，这生产的工具啦吼。咱知影吼，现代人你若要租车吼，阮伫美国咧租车是足简单啦吼。但是你要租车进前吼，租车的公司的人拢会叫你去介去看吼。你若有挂痕5公分以内，迄拢无算损伤吼。伊就带你去看一摆，就甲你讲好，叫你签收。你若倒来时，你就爱叫伊来检查吼。检查车无代志，伊嘛签收，安尼无代志啊。但是若你借的这期间去用弄着吼，超过5公分你就爱赔吼，你就爱赔，就爱伫这个无你就爱买保险安尼吼。好，所以借甲租用伫这个所在，伊嘛规定无共款吼。意外就是讲死亡还是受伤有所损失的时阵，这个若主人伫身躯边，这个借的人都无代志。若主人无伫的，借的人呢，就爱负全部的责任啦吼。伫这个债吼，甲与此事有关啦吼，deal with 啦，你就爱去处理就对啦吼，你就爱去处理这个部分吼。好，那主人在场，当然伊就免，因为迄主人咧看嘛吼。这就是伫这个所在无共款的，租的，就是一定爱赔，爱对这个租金顶悬，也是讲咱若用现代人即摆讲法叫做
租厝你要有押金啦吼。押金就是将来你若搬走的时阵，我若看到厝内底有油漆无好势啦，还是倒位弄歹啦，还是壁骨若空啦，伊就对即个押金内底来甲你抵押吼，甲你扣掉安尼吼啊。这概念是类似啦吼，类似。好，16、19、30、11是甲道德、甲宗教较有关系啦吼。伊讲诱拐妇女吼，16节到17节，这甲第7届甲第10届较有关系吼。人若引诱也未订婚的处女，还是伊做伙困，迄个人着付聘金带伊做某。17节，查某囡仔的老爸若坚持毋将伊嫁互迄个人，处女的聘金，迄个人嘛着照付哦，吼，嘛着照付吼。好，诱拐吼，就是讲无经过合法程序的关系啦吼。伫耶稣的譬喻的中间，有足侪是甲婚姻有关系。比如讲，即个伊咧讲到迄个婚约吼，即个新郎的老爸爱甲去女方去讲婚约，讲了后因若同意，聘金讲好啊，方式讲好啊，因老爸甲老爸着爱啉交杯酒。这就是一个合约，然后这个查甫的甲查某的嘛爱啉，爱互相敬酒，特别是男的爱家这女的讲，这个杯就是我的花，我以后要用性命来保护你，这就是咱咧圣餐咧讲的物件啦吼。好，了后这个老爸就带新郎倒转去，倒转啥？倒转去因兜开始去新娘房。犹太人的厝是安尼，老爸住伫遮，然后伊的囝，吼，对边仔开始起，要结婚伊就一直起，一直起。好，老爸有钱就开始甲即个将来要娶某已经讲定讲好的，开始起厝。无钱呢，伊就停落来。有钱的时阵才佫继续起。好，即个问题来啊。当时要起好，无人知，啥物人知？耶稣讲，只有老爸知，所以要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就是咧讲婚约的代志。好，所以基本上就是讲，伫犹太人咧讲亲情这个代志，毋是遮尔简单啦吼。所以无经过合法程序的即种婚姻的关系，去诱拐、欺骗的方式来达到伫婚姻的生活。伊咧讲同房，其实就是讲性的关系啦吼。好，这安尼就爱去用法啦。罚啥物法？罚聘金。聘金啥物人讲算数？女方的老爸讲，伊开喙爱偌济，你着爱赔伊啦。吼，所以你若准用合法的方式去讲，双方面会当讨价还价，会讲到一个合意的一个程度。但是，当你若违反即个程序，先安尼做的时阵，就是女方的老爸说多少钱，你都要接受安尼吼。好，所以诱拐的就爱变做安尼吼。所以伫圣经咧讲处女，就是讲还未结婚，伫生理上吼，伫婚姻顶悬吼。咱过去咱拢甲讲做未成年啦吼，就是讲。少女安尼其实因拢差不多12岁就结婚啦吼，所以咱真歹去界定讲伊的年龄，但是咱基本上是叫做生理上处女吼，是讲伊还未结婚，伊还阁真清纯的人，你用无正当的方法甲诱拐吼，安尼，你还没有婚约，跟他有非法的同房关系，你得爱赔偿吼。做伙棍就是同房的性交迄个意思啦吼。所以你得爱照女方的老爸的规矩，爱付聘金，而且爱带伊做某，但是无一定女方就一定同意伊的查某囝，互你来做某吼。伊会感觉讲你甲我无对当，我无爱互我的查某囝去迄落受到无好的待遇安尼，所以
女方的老爸会当无同意、无愿意，但是伊有缘会当开介绍。即个做毋着代志的男方，有过的男查甫人都爱陪吼，照陪，然后佮娶无某安尼吼。好，所以咱为什么甲第十届有关系啦？因为伊是犯奸淫罪吼，但是犯到第七届嘛，甲第十届共款。咱讲要未结婚的查某囡仔叫做别人的太太，或是将来是别人的太太嘛。第十届讲你袂当贪心贪别人的某，吼，这个甲第十届的概念是有关系啦，吼，所以用安尼来去看，吼，好。然后第18节到21节，咱犯到第一届甲第二届，这有3个死刑的规定啦，吼。这18节讲做翁姨的毋通互伊活啦，就是爱死啦，吼。甲受交合的一定要互伊死，吼，就是讲即种人兽的性行为，吼。20节讲，除了上主以外，甲别个神明献祭的人，着加以除灭。这20节甲18节其实是足共的啦，吼，是足共的吼。好，翁姨是咱较东方传统宗教的翻译的方式啦，吼。咱知影讲，就是做偶像的祭司啦，吼，做偶像的祭司，所以我讲18节甲20节真共啦，吼。伫迄个所在，咱讲一种通灵人物，咱知影扫罗王伫撒母耳已经死去了后，伊就无要听上帝的话啦，吼。撒母耳死去了，伊阁想讲要叫撒母耳起来甲伊讲话啦，伊爱找啥物人？伊就是爱找通灵人啦，吼。这个就是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的吼，伊就安尼来得罪上帝吼，所以上帝足生气吼，若是犹太人去做翁姨，吼，这就足大问题嘛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共款啦吼，这比了诱拐罪吼还要严重啦吼，好，是嘞，吼，女巫吼，我伫这个中间小可有写着吼。是毋是因为即个规定的关系，引起着15世纪开始，吼，即个伫西方教会，咱讲罗马正教诶内底，开始有猎巫行动，吼，约略差不多有5万人，讲是迄个邪教啦，吼，女巫啦，吼。伫即个中间差不多300年久，有遮尔济人去互人甲杀死吼，甚至足济有是修士啦，宗教改革家啦吼，也是修女啦吼，即个内底吼，拢捌安尼来死去吼，咱大概伫历史的中间大概知影啦吼，好。是毋是因为根据即个咱无啥知影，不过即个规定真成啦吼，真成所以我有伫后壁放一个连结咱有机会咱会当家己去看，咧讨论即个的代志吼，想这是一个另外的概念，互咱知影一个吼，做即个翁姨也是讲咱讲女巫，这是西方的说法啦吼，好，甲受交合性交吼，当作是以色列人是非真乱啦吼，所以真有可能因伫埃及430年的中间学习着埃及足济真无好真无人性的一个做法吼，包括甲这个咱讲情生吼的性行为安尼吼，所以上帝透过摩西颁布这个诫命，就是要来改变因。足无伦理、足无道德的一个做法吼，所以即种的行为是必须爱来处死刑啦吼。伫即段的经文所看到的吼，偶像来献祭，咱就看出讲，伫出来及记34章第9节到第10节，伫即个所在，摩西伫山顶咧甲上帝讲话，因伫山骹伫遐。
来做金牛啊，伫遐拜偶像，上帝嘛受气吼，咱即个就甲因灭啦吼，甲因灭，啊尾也是摩西来求情吼，伊才会通个继续对上帝行啦吼。好，21节到24节啊，这甲第4届有关系啦吼。就是守安息日啦吼。伊讲毋通欺负跛脚的人，嘛毋通压制因，因为恁嘛捌跛脚伫埃及，毋通歹款待孤儿寡妇。恁若真正歹款待因，因哀叫我一定会听因的哀叫。要对恁发大受气，用刀刣恁，互恁的某做寡妇，恁的囝做孤儿吼。你看24节。后壁，互恁的某做寡妇，恁的囝做孤儿，这共款是迄个以牙还牙的基础。因为你歹款待孤儿寡妇，我着互你的某做孤儿寡妇试看卖啊！即种的想法吼，咱连面会阁讲着啦吼。好，毋通欺负跛脚的人。守安息日的诫命中间，咱知影。毋过第7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士，甲跛脚的伫恁中间的人，你拢爱互伊得安息啦吼。所以拢毋通做工吼，伫爱互伊得安息，安尼这足清楚啦吼。所以即个规定甲第4届是足直接的关系，毋但袂当欺负因尔定。搁爱互因得到安息吼，第4届颠倒较积极吼，较积极，搁讲较清楚安尼吼。所以毋通歹款待孤儿寡妇。申命记中间也骨啊拜讲着上帝对孤儿寡妇的即个诫命。申命记第10章17节到18节讲，上主你的上帝是万神的神，万主的主，是至大权能、通敬畏的上帝吼。伊为着孤儿寡妇伸冤。佮听出外人互因食，佮互因穿吼，所以咱知影就是讲，伫因的戒律的中间，足清楚，上帝就是要照顾孤儿寡妇出外的人，互因得到安息。这是咱爱足清楚，就是讲，即个伫申命记也好，出来记也好，规定足清楚，爱。以色列人去听这个人，但是咱看伫福音书内底，因毋是安尼吼。遐个犹太教的人，其实对孤儿寡妇足无好吼。好，讲恁审判官毋通冤枉外族人孤儿，嘛毋通摕寡妇的外衫做抵押吼。所以咱知影讲，伊这个规定足清楚，袂当对孤儿寡妇无好吼。每3年吼，这个是安息年。即个中间爱去将你所收的1/10，爱去赈济孤儿寡妇，咱叫做慈善吼。即摆有一寡教会因的做法就是安尼，经常会收入了后，先拨1/10做宣教事工，搁来拨第2个1/10做慈善的事工，吼然后人事费扣掉。其他就是咱的行政活动费吼，就是安尼你去分啦吼。所以这毋是新的做法，其实伫出埃及记、申命记内底，就已经讲真清楚，特别是申命记内底有真清楚的教示啦吼。所以爱将1/10来放伫城内，互遮个利未人做产业，搁要爱互孤儿寡妇吼，甲出外的人。互因通食较饱，安尼上主恁的上帝，因为恁所做这一切事，赐福气互恁。吼，咱若去思考迄个路德记的故事啦，吼，你毋知路德记的故事，即个当初时的人吼，是拢欺负孤儿寡妇，所以咱看到讲，路德去捡的时阵吼，主人甲讲吼，你大一句就好啊，我会交代我的仆人吼，袂当甲你欺负，无你去别位来去互欺负。吼，咱也知影讲，其实因拢无照着当初时的诫命来去守啦吼，摩西的诫命吼。
主要听见上帝讲，我要听见孤儿寡妇的哀哭，因为人歹款待因，上帝要听到。为什么要听到？因为上帝要处罚。上帝的处罚是死罪哦，你无去照顾这上帝大大的受气上帝疼世间人，甚至更较疼遐需要帮助的孤儿寡妇。这嘛，互咱去想到耶稣所讲的，我来是为着要超找失丧的人，要找罪人，要找夭折的人，要找需要医生的人所以上帝期待受呼召的人应该负起责任，这社会责任若无上帝大受气啦上帝的受气就是讲，我要甲你杀死，要互你的太太做寡妇，互你的囡仔做孤儿，互你试看觅互你试看觅伊无法度试因为上帝甲杀死这是死罪啦所以伫遮咱看着讲，伫摩西律法中间共款，佮用以牙还牙的法则的基础来定这个处罚啦好，25节到27节，借钱互送向人的规定。你若借钱互我的子民中间的善请人，毋通亲像放利的人，甲因摕利息。你若摕厝边的外袍做抵押，日落进前就爱还伊。伊只有一领衫通砍若无，伊要安怎困？你若对我哀求，伊若对我哀求，我要听，因为我是自卑的这足趣味的啦这爱讲互银行听借钱若互送向的人，咱会当看迄个利未记25章35节到37节啦你的同胞若变做善请，袂当家己生活，你着要供给无伊，亲像咧帮衬出外人寄开也是讲你甲你做伙生活的人你着爱有迄个疼心啦利未记25章伫这个所在36节、37节讲，毋通甲伊摕利息搁较毋通摕重利。着敬畏你的上帝，互你的同胞甲你做伙生活。37节，你借钱互伊，毋通甲伊摕利息；你借伊米粮嘛，毋通甲伊摕较低啦所以意思就是讲，你爱去照顾遮会送向的人毋通甲伊摕利息毋通存办。你甲别人会使你甲别人会使，但是对伫遮无钱的人。你袂使这真清楚伫这所在你爱去照顾这人。过来，你若用人的衫做抵押，到暗时的时阵，你都要还伊啦，因为伊敢若迄领衫通去砍管价安尼尔无伊就无法度休困咱知影伫旷野沙漠暗头仔是足冷的我6月份去转去伫美国的时阵，加州的天气日时可能31度，咱台湾度但是暗时可能剩16度、15度安尼尔，所以温差足大啦你若伫沙漠地区差搁较大，所以暗时会寒，日时会热热甲足热安尼好，所以爱对遮的人爱有怜悯心啦。就算讲伊是甲你借物件，但是你嘛得爱怜悯伊，到暗时衫爱还伊伊才会活啦你对孤儿寡妇都爱存怜悯的心借因都毋通想讲要对因遐趁钱安尼啦简单来讲，用咱现代概念来讲，就是安尼。讲上帝是慈爱，要去听到因的声爱互因得到利益，才会当荣耀上帝啦上落尾28节到31节，敬畏上帝的规定，这甲第一届有关系啦伊讲毋通亵渎上帝当然你嘛会当讲甲第3届有关系男3称上帝嘛是亵渎上帝好，嘛毋通谄媚人民的领袖，你着将收成的五谷、新油、新酒奉献予上主，毋通延前。你着将大囝献予我，头上生的牛羊嘛着安尼做。出时通对伊的某7日，第8日着归予我。这咧讲着割礼啦
恁着做我圣洁的子民，伫野外互野兽疼你的肉，恁就毋通食，迄落狗去食，安尼吼。好，所以毋通亵渎上帝啦吼。啊，所以咱着爱问啊，什么是亵渎上帝？就是讲亵渎是意思诽谤啦、咒诅啦，吼啊，是的，这个字无解着吼，看轻啦吼，啊，看倒无重要啦吼，意思吼。对敬拜偶像的角度来讲，这又搁第二界啊吼。咱若敬拜偶像，就是甲上帝看轻，这嘛是亵渎上帝吼。所以第一届规定敬拜上帝，第二届禁止制造偶像，第三届袂当滥参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拢犯着头前这个诫命啦吼。第四届讲爱守安息日，你若看轻上帝无守安息日，也是无互你的后生查某囝萝卜女婢出外人精死，得到安息，你拢是亵渎上帝吼。基本上就是即种的概念啦。你若无亵渎上帝，就是讲你爱照上帝的诫命来行，会当迎神悦人，这就无亵渎啦吼。好，佫袂当詆谟人民的领袖，吼咱爱倒转来看，就是讲，甲咱即摆咧讲的官长，也是讲地方官概念小可无共款啦吼。人民的官长是虾米人设立的？伫埃及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中间，因有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咱之前讲过，这是合法的嘛吼。伫迄个诫命中间有写着吼，所以这是上帝稳准的一个官长，也是主人。好，搁在啥物人？长老，搁来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这拢是上帝内底设立的。所以因代表啥物人？代表上帝，吼，因代表上帝。所以你若咧詆谟人民的领袖，亲像上帝甲摩西所讲的，因毋是咧骂你，其实因就是咧骂我，吼。迄个意思是共款的。所以若安尼来看的时阵，咱甲前后甲斗做伙，其实亵渎上帝甲詆谟人民的领袖是同一件事啦。吼，拢讲的拢同一件事吼，是共款的物件吼。所以咱知影伫摩西来建立着以色列国的体制了后，这个官长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因袂当凊彩来詆谟吼，因为因若詆谟，就是会变做得罪上帝吼。保罗以后安尼教导，但是迄个时代是较无共款，咧较讲的是讲奴隶制度掌权的吼。罗马书13章第1节到第2节，逐个人着顺服伫顶面的权柄，因为权柄拢是对上帝遐来的。掌权者甲权柄拢是对上帝制定的，所以反抗权柄就是违背上帝所制定的制度。咱之前讲奴隶制度嘛是伫迄个上帝叫摩西颁布的制度内底吼，反抗的人会得到审判啦吼。所以这是针对奴隶制度，咱会看伫。保罗咧处理阿尼西姆的代志的时阵，伊甲阿尼西姆安那送倒转去腓利门遐，然后写一张批互腓利门。迄个意思就是讲，我就是要伫阿尼西姆做奴才，但是我爱照正常的方法，我考劝你，互伊自由，互伊来会通倒转来服侍我。大概简单的讲法是安尼。咱就会当看到保罗伊做的方式是安那。真正遵守着迄个体制，吼，真正遵守着迄个奴才主人的即个规定。伊无讲即摆都离你远啊，离我身躯边我无爱甲你讲这就是咱咧讲的伦理啦，吼。几礼拜前我有甲咱三个分享，就是讲咱最近有20只鸡仔咧卖嘛，这是仁爱教会的一个长老，迄阵我毋知影。伊甲我叫去边我其实是姊妹吼，伊嘛是姊妹啦吼。伊就讲伊要奉献20只鸡因牧师无伫诶，但是我转来了，我马上甲因牧师来，我甲伊讲，互你知，因为有这项代志发生，所以你是牧师，这是你诶会友，又要捐献阮物件，所以我爱互你知。这个就是伦理诶标准啦，吼。咱爱敬畏上帝诶规定。当咱爱尊重的时阵，咱就是咧尊重咱的信仰，咱所信仰的上帝。
无论伊感觉要不要紧，但是咱家己爱看重即个代志这就是保罗伊咧做的一个方式啦好，后壁开始讲着奉献甲上帝的规定，讲你爱将修行拄第一个修行初识的，拢献互上帝。拄结个酒修行，你嘛献互上帝，甲献大囝的规定共款。咱伫出埃及记13章，咱有足清楚讲到献大囝的概念。迄嘛是因为胎大囝的灾难，上帝伫遐保守，所以上帝要求因着爱大囝来献互伊归乎上帝的条例，毋通安尼找理由啦爱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非常重要。伫前礼拜周报内底，牧师有写一篇甘心乐意的奉献迄个态度，迄个概念好，我伫今仔日的资料内底有互咱一寡现代咱应该对奉献的即个意义的了解甲态度啦就是讲。咱对奉献是讲对生活中间所领受上帝的恩典，你若用即个马纳基书去看的时阵奉献就是行上帝的恩典啦所以一旦咱奉献，即个奉献就甲咱无关，叫做行嘛所以就甲咱无关有的人就毋知影奉献的概念奉献伊就会甲你问问讲我献的物件伫倒位你安怎处理就安尼献就是爱尊重咱教会体制，看教会要安怎处理去做的代志所以迄个奉献的意义是安尼啦月定奉献，咱即摆来讲也是讲11奉献是每一个月固定的一个金额的奉献也是讲咱讲会友也是基督徒委身伫教会一个义务啦这是教会经常会，你若月定奉献真固定的时阵，教会要编预算是足清楚知影咱要安怎来编。但是咱的如果咱的会友对这无明白，甲月定奉献当做讲我会当凊彩减少、凊彩刷走安尼咱对教会的经营来讲是足困难，因为不知未知的程度太高了啦所以月定奉献对伫圣经的教示来到现代教会咱也望会友会当养成安尼的习惯金额家己去甲上帝讲啦咱袂当共规定，但是讲你甲上帝去契约，我逐个月要安怎奉献，要奉献偌济养成安尼的好习惯，然后就照固定有的人讲我想要迄个建堂献较济我这样减少安尼会使无牧师认为无妥当啦比如讲感恩奉献新春感恩也好，圣诞节过活节是讲像讲家己生日结婚的纪念日等等这的代志，也是讲旅游平安像讲2月时阵，我的囡仔转来我嘛为着安尼来献淡薄为着表达感恩这物件会当对月定奉献的刷走就袂使无妥当，我袂安尼做啦上届无我袂安尼做就是讲月定奉献你拢袂当去叮当，这就是咱叫野外的奉献啦共款为着团契对内的奉献，等等这的也是特别的奉献，咱讲家庭基金这的拢袂当对月定奉献内底去刷出来基本上我是对内奉献，我是感觉讲有没有都无所谓啦为什么？就是讲拢已经伫咱的预算内底你就算有对内对倒一个团契有奉献他的今年的总预算也是这么多只是对教会半较少对吧？安尼尔那这边以上这边以上拢是归入伫经常会内底啦。后壁特别奉献、对外奉献、关怀基金、建堂基金，这物件都毋是经常会这是特别预算、特别支出，而且是必须要怎样？你要按照伊的
项目标的落去执行才会使。这是伫咱的长老会内底的会计制度内底，这是足清楚嘛，比较真严的一个部分啦嘿，好，所以咱有金钱的奉献，咱的同工收了后，咱的执事会去点收，然后交互财务同工，然后勘定伫收报做征信。支出呢，都要照预算来处理，要有正式的凭据，要有正式的凭据，像明仔载要净摊这个，阮要办活动，有几个人要开销偌济，进前拢有讨论过，拢伫会议中间拢讨论过，确定就是安尼支出。若无诶，今年我请文山教会科牧师做我的会计伊就足严的伊就你无伫应该开的部分，你就袂当去遐申请，伊就足严的。我足介意安尼同工，就是讲伫金钱顶悬，咱会当足细致，真清楚，真清楚。这嘛是阮即马伫预备的部分，一直咧努力，用甲足斟酌。入会偌济，出会偌济，本钱偌济，扣掉。正经的即个利润偌济，即个就报互财务长老讲，阮即礼拜出去卖偌济钱，即个才是真正的建堂的基金你袂当本钱算在内，本钱是咱已经支出啦这袂当算在内所以这物件嘛是伫即个中间一直咧学习，就是讲咱伫金钱奉献顶悬真细致处理这是咱的体制内底物件的奉献伫即几工，阁有一寡兄弟姊妹一直问我讲，牧师，阮会当奉献啥？我就讲新的物件包装的食品拢会使，啥物物件拢会使但是你毋通迄落厝呢旧的无咧用的，当我起来这我无爱做回收啦这个概念咱爱足清楚啦我嘛捌去看到一间教会教会人也无人咧拍乒乓，但是教会有7架乒乓桌因为教会拢变做回收站啦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了所以伫物品的奉献嘛是安尼，即马奉献出来了后要安怎？就交互处理的同工去处理，交互处理的同工去处理。逐个人拢足关心我知影逐个拢足关心。比如讲，咱即马咧预备，就有拄着这个情形，讲管厝内物件，伊会关心讲，卖了安怎拢足好伊会感觉讲，我奉献的物件有照我规定的这个定价去卖无？这就互阮压力因为有当时出去的时阵，物件毋是遐尔好卖的时阵，阮会做一寡促销活动。对阮的观念来讲，就是讲。物件只要会当流通出去，有金钱入来，这就对建筑基金有帮助阮袂去坚持讲，我一定要卖足偌济利润，一定要倒一个定价，我才会要卖。安尼来讲，就是会互咱讲滞销啦就是讲你的物件就较无法度其实通常咱拢袂损失，你知影？我举一个例阮去南光教会就是迄个耀标迄个教会南港教会的时阵就有讲你买即个物件我甲你送一个香氛互你结果咧摕2000块，伊若买1200块尔。伊讲剩的免走奉献其实你会发现就讲即种的文件足济啦即个物件我要讲是讲。物品的奉献就是安尼，你管出来了后，就互负责的同工去处理比如讲最近牧师娘就种咧做手工的即个咱咧讲key chain啦锁匙圈还是讲一个吊饰安尼伊当然伊有一个建议的价钱，但是出去看玉美感觉安怎，今仔日要安怎促销，也是有人讲听着讲这牧师娘手工做的，就足侪人会买拢无要紧，就是讲咱要安怎互这物件来流通会当互这金钱入来帮助教会建堂。我想这就是互同工有一寡自由空间我嘛甲玉梅姐讲
我的标准就是安尼，物件入来出去，金钱入来，这是一个。过来，无要囤货。即马欠啥物货，你才去订。即马咧送货足紧啦，几工仔尔，所以你莫囤货。你只要一囤货，你本钱就囤伫遐所以安尼的情形的下面，伊会足无用。但是伊嘛真愿意安尼来做就是讲用安尼概念，你去处理遮物件，也毋茫即个咱兄弟姊妹会当了解啦即个部分咱安处理好，上落尾是即个祭拜是讲遮个物件，就讲袂当食当然，伫利未记申命记的经文有记载搁较济遮个物件但是对伫即个祭拜了的物件保罗有另外的角度的启示啦伊会感觉讲就是讲你若准即个互感谢上帝了，你啥物货拢会当食啦是讲去互精神拆食落腹的，你就嘛袂当食，去等互狗仔食这对伫犹太教当初是因的遮的禁忌介济咱有机会后壁去讲到较济的时阵，咱则搁来讲啦但是我要小可提醒者，我无写互咱，但是小可提醒者就是，你会知影伫犹太人的心中咧讲的狗仔有无共款的意义有咧讲真正的狗仔另外咧讲到外邦人，因对外邦人的轻视你会记得耶稣甲一个善车的妇人人，伊也讲耶稣常常也讲这迄落物件袂当互狗仔食，伊讲狗仔嘛食桌仔顶落落来糞耶稣讲你的即个信心有够大，迄个狗仔是咧指外邦人啦耶稣的意思是讲，要互犹太人食的物件，犹太人是袂互即个外邦人食。伊讲有糞落落来我嘛是起来食，就讲一点点恩典就够用了这是另外互咱甲咱补充，互咱知的一个部分啦互狗仔食有咧指狗，嘛有咧指无共款的意义咱有机会咱则过来讲安尼好，到遮有要讨论也要分享的无？咱真多谢冠宇啦冠宇互咱一寡回馈我想伫这个讨论也是讲事后的分享，我觉得都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我很希望说，咱毋是干那看圣经知影当初时的一个处境尔定咱来甲当初时的处境了解圣经的教示是咧讲啥，然后更较重要是甲这个处境扭入伫咱的处境的内底咱到底要伫这个内底得到什么帮助，咱要安怎来遵行这是咱所需要来学习的部分安尼啦好，有要分享的无？好，若无咱就要来结束啦咱是毋是请连长长老带咱来祈祷？好，咱三个来祈祷。主要听当阮伫天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暗时当通过牧师伫遮做真好的分享，互阮更加了解，在奇迹中间，阮应该当在一寡条例，阮更加会当照这来行来做。阮在你竞选一些百姓，拢有你美好的旨意，拢是你听世间人有缘这是你的选民，有缘有机会来亲近你，来享受你内面的恩典。主，阮伫遮要继续来献上感谢，由你赐福教会面临即马过来济的时间的推动。
年底这代志，得爱做一寡检讨，还有明年度这代志啊，得爱做一寡计划，伫阮建堂的时间啊，一步一步来推展，让伫主理的美好的带领，阮拢献上感谢。阮就伫遮要做一个结束，阮求你赐下，互阮有真好的暗暝，明仔活动，求你也看顾，互阮来回一切拢会当得到平安。阮要四散进前，安尼面前献上祈祷，感谢，告诉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谢谢家。牧师，谢谢大家晚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